迎收睇智叻選購貼士，我係 VC。上一集咧就講到點樣去選購洗衣機啦，而今集咧我就會講下乾衣機係咪值得買嚟用呢？嗱，咁好多人咧一聽到乾衣機咧就覺得佢係狂魔猛獸啊！咁點解咧？哇，因為佢好嘥電咯，搞到啲衫會縮水咯，或者甚至乎會整壞啲衫咯咁樣。嗱，咁我就覺得咧，只要你好好去運用咧乾衣機嘅話咧，佢其實咧會係你一個好嘅幫手嚟嘅。嗱，咁使用乾衣機咧，的確係有好多嘅優點嘅，例如佢可以節省晾衫嘅時間啦。嗱，佢咧就唔會受天氣嘅影響嘅，尤其是喺潮濕嘅日子咧，你嘅感受就會最大啦。佢亦都係可以減少衣物喺晾乾嘅期間沾染到灰塵而受到污染嘅。嗱，佢乾衣嘅溫度咧係可以去到攝氏70度，做到咧係殺菌除蟎嘅效果嘅。不過用乾衣機都有要注意嘅地方嘅。嗱，最穩陣嘅方法就要檢查衣物嘅標籤啦，確保衣物咧係適合用乾衣機嘅，避免咧係會縮水或者係損壞啦。而厚同薄嘅衣物咧係可以分開去乾嘅，效果係更加理想嘅。仲有咧就係唔好超過建議嘅容量，容量咧就係以全乾嘅衣物用公斤去計算。過重嘅話咧就會影響到乾衣嘅效果啦，並且係會增加機器嘅負擔嘅。嗱，咁使用乾衣機咧，其實係要有一個好嘅習慣，就係要喺用之前咧係清理佢嘅濾網嘅，就防止嗰啲嘅毛塵聚積咧，而影響到咧通風嘅效果嘅。嗱，咁市面上咧就所有嘅乾衣機咧都係前置式嘅，包括排氣式嘅乾衣機啦。嗱，咁呢一種咧係最傳統嘅乾衣機。一般嘅容量係由3公斤至到9公斤嘅，佢嘅原理就係將空氣加熱，然後咧就排走啲濕氣。功能咧就比較簡單，可以選擇高低熱量同埋手動自動時間掣等等嘅。佢嘅優點就係售價較低，但係唔好嘅地方咧就係佢用電量較高，使用期間咧係需要開抽氣扇或者係直接安裝排氣管嘅。另一種就係煤氣乾衣機啦，容量就係由4.3公斤去到6.5公斤。佢係運用煤氣加熱，乾衣嘅速度特別快。功能上咧就係有感應衣物嘅濕度咧，同埋自動調校乾衣嘅時間嘅。佢嘅優點咧就係運行成本低啦，效率高啦。但係唔好嘅地方咧就係需要接駁煤氣喉，安裝咧就較為複雜。而另一種咧就係冷凝式嘅乾衣機啦。嗱，一般嘅容量咧就係由7公斤去到10公斤嘅。佢係通過冷凝器將濕氣咧轉化為水，然後收集到去水箱或者係排走嘅。嗱，功能上咧係加入咗自動乾衣時間啦、乾度嘅調節啦、防皺嘅功能等等嘅。佢嘅優點就係唔需要排氣管，安裝方便。咁但係唔好嘅地方咧，就係佢嘅用電量咧就比較高，而乾衣嘅時間咧亦都係較長嘅。而最後一種咧就係熱泵式啦，一般嘅容量咧就係由7公斤至到10公斤嘅。佢咧就係利用熱泵嘅技術咧回收熱能，節能嘅效果咧係最明顯嘅。功能方面咧就係同冷凝式嘅乾衣機差唔多。佢嘅優點咧就係唔需要排氣管，用電量低，乾衣嘅溫度咧亦都係比較低，從而咧就係減低咗對衣物嘅損害嘅。但係佢最唔好嘅地方咧就係售價最高，而乾衣嘅時間咧亦都係最長嘅。嗱，咁有人咧就話啦，喂，我屋企咧就冇咁大嘅空間咧，可以擺放洗衣機同埋乾衣機喎。咁但係聽講咧，洗衣乾衣機咧用起上嚟咧就好多麻煩嘅。咁有啲機咧就好易壞嘅，用咗2年啫，哇，嗰個乾衣嘅效果咧就越用越差，咁甚至乎壞埋咧唔使用添。嗱，咁我咧就作為咧第3部洗衣乾衣機嘅用家咧。我咧
就可以同大家咧去分享下少少嘅心得嘅。嗱，香港買到嘅洗衣乾衣機咧，其實咧就係由前置嘅洗衣機啦，同埋加埋咧冷凝式嘅乾衣機組合而成嘅。容量咧就要睇兩個數字，咁左邊咧就係洗衫最高嘅重量啦，而右邊咧就係乾衣最高嘅重量。兩個數字咧都係以全乾嘅衣物計算嘅。嗱，你要做到一次過洗衣乾衣，咁就要按乾衣嘅重量做標準，而問題咧就會解決到噶啦。咁至於咧乾衣嘅效果越嚟越差咧，嗱，咁呢個問題咧的確係會發生嘅。原來洗衣乾衣機咧就唔似得嗰啲獨立嘅乾衣機咧有嗰個隔塵網咧去隔塵嘅。假如咧你唔係定期使用自動清洗洗衣桶嘅功能嘅話咧，過量嘅毛塵咧就會慢慢咁樣咧聚積咗喺冷凝器同埋個風扇裏邊，咁就會影響到乾衣嘅效果噶啦。嗱，解決嘅方法咧就係要揾專業嘅維修人員拆開部機咧，清洗入邊嘅冷凝器同埋風扇。現時我用緊嘅洗衣乾衣機咧係有手機提示功能嘅。嗱，咁開機30次咧就會提醒我咧係要清洗洗衣桶噶啦。我終於領悟到呢一個嘅道理，而家用咗超過2年半，乾衣嘅效果咧同新機咧係完全係冇分別嘅。嗱，咁解除咗大家嘅疑慮之後咧，不妨考慮下買洗衣乾衣機。香港出售嘅洗衣乾衣機咧只有前置式，而上置式咧喺市場已經揾唔到啦。嗱，咁一般嘅容量咧就由洗衣嘅7公斤、乾衣5公斤，去到洗衣12公斤、乾衣8公斤嘅。而脫水嘅速度咧就係由1200轉去到1600轉嘅。無論買洗衣機啦、乾衣機啦，或者係洗衣乾衣機，只要擺放嘅空間同埋預算容許之下，我建議盡量係選擇大容量嘅。原因咧就係每一個家庭咧都要經常洗床上嘅用品嘅。去到最後，我送俾大家一個選購錦囊。嗱，買乾衣機盡量都選購大容量，最少6公斤或者以上啦。至於買洗衣乾衣機咧，容量同樣係越大越好，尤其是咧就係要留意乾衣嘅容量。嗱，買洗衣8公斤、乾衣5公斤咧，可以作為起步點嘅。前置式嘅洗衣乾衣機好大機會可以直接取代舊嘅前置式洗衣機，因為佢嘅高度同埋闊度大致係一樣，只係深度唔同嘅啫。嗱，咁有疑問嘅話咧，可以上網下載說明書啦，或者係向代理直接查詢嘅。嗱，我咧就唔建議買代理已經停售嘅型號，因為咧日後做維修咧可能係會有阻滯嘅。而準買家咧想揾多啲嘅資料咧，我建議咧就參考香港本地嘅測試報告咧，或者係用家嘅報告。原因咧都係同上一集我已經講過噶啦，就係唔同國家地區用嘅型號唔同，使用嘅習慣咧亦都唔同，佢哋嘅意見咧未必咧係適合到香港去使用嘅。嗱，咁今集咧提供嘅資訊同埋意見咧，純粹都係用作參考嘅啫。咁啊，歡迎大家留言交流啦！嗱，喜歡呢條短片嘅朋友，咁啊，請你俾個 like 我啦，同埋咧就分享出去，順便咧就撳埋個啷啷訂閱呢條頻道。嗱，我係 VC，祝大家買得安心，用得開心。我哋下集見啦！